由周润發及其妻子陳慧蓮通過公司 Cassia Hill Limited 桂山有限公司持有的山頂嘉烈山道48號的陽光花園洋房，已於7月將意向價下調至 1.6 億港元。這一意向價與其於2024年12月的 1.95 億港元叫價相比，下降了3500萬港元，降幅達 17.9%。而與2022年10月初次放售時的 2.2 億港元叫價相比，該物業在不到4年的時間內已累計降價6000萬港元。訪問到發哥，我講少少發哥，我中意發哥嗰個即係嘅地方啦，即係除咗佢演戲地位樣樣嘢好犀利之外咧，其實我覺得發哥個髮型好靚，好睇嘅，即係佢係一個黃金比例嘅額頭同埋髮型嘅，即係佢係無論梳咩頭髮，賭神嘅 all back 啊，立晒上去啊，同埋嗰啲Marco 嘅飛仔啊，或者最犀利就係去到夢中人哋中間分界咧，都得。其實即係好少人中間分界都會得嘅。想問你咧，即係你嗰個年代咧，你嘅身形咁高大咧，係咪比較罕有噶？都唔係噶，任達華都高噶，羅應軍都高噶。喺電視台如果高冇咩着數，我哋通常啲花旦咧個子唔係咁高咯。咁你有好多時你要做戲嗰陣時咧，咪成日要寒背咁樣，長時間咁樣做嘅時候，所以後期出現賭神係寒背。其實拍戲高大動作片有冇乜好處嘅？冇好處，不過可能喺嗰個形象上高大威猛係好睇啲嘅。呢10年好着重養生，係咪對於即係好早已經對於嗰個人生嗰個生老病死好警惕、好敏感？問題係因為我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即係拍好多動作片咧，係即係唔識得去，因為我哋本身唔係動作演員出身啊嘛，所以做啲動作咧係反咗力學啊，或者自己唔識保護自己啊，係令到我係好多受傷。咁我亦都呢啲傷患咧受過好長時間嘅困擾。咁我慢慢係喺7、8年前開始，60歲開始咧學識慢慢跑咧，令到我個身體嘅機能好咗啦。咁你係經過呢個咁嘅慢慢嘅運動咧，唔係快過，我慢慢跑嘅喎。你唔好以為我跑得好快，你好慢。咁個評分咧係最緊要係個呼吸，用丹田呼吸，用橫膈膜呼吸。你即係其實好多人係練氣功嘅坐喺度打坐咁嘛，都係咁呼吸啊。不過我哋將呢個呼吸變咗係慢慢跑下。即係如果你第日得閒，我話俾你聽，好簡單。即係你唔使出去出邊，你就喺屋企咁對住個電視都可以跑到。係，即係最好就係啲老人家，佢成日話膝頭痛啊，成啊，最好自己就係對住個電視咁樣咁揼下咁就得。即係膝頭哥跑都好。係啊，呢個因為膝頭哥我哋呢度好多細胞噶嘛，好多血管噶嘛。你行嗰陣時，你反而會咁樣磨下蝕鬼晒。如果你咁樣揼下佢咧，會激活佢哋。咁因為我哋呢個骨下邊咧，呢度咧好多骨髓噶嘛。咁我哋老人家最驚係咩咧？呢度空咗，啲骨髓唔夠，一跌斷咁咪死啊！佢哋瞓咗喺度起唔到身噶啦，你係嘛？因為空晒啊嘛。咁你教佢哋慢慢咁啊揼下得噶啦。咁你揼4個字，乜都夠，出晒汗。咁你自己係咪對於即係大家社會主流嘅西方醫學咧，其實係唔算係靠咗佢哋噶？你自己有自己一套嘅？中醫有中醫嗰套啦，西醫有西醫嗰套啦，但係最緊要咧就你嗰個本身，你嘅自身，即係如果你本身體質弱嘅時候，你食乜嘢都冇用，因為你唔吸收啊嘛。咁你只要經過呢個運動嘅時候，將你個心跳提高啲啦。咁有啲人係血壓低啊，嗰啲成日見暈噶。我就係你咪成日食涼嘢嗰啲，咪更加暈咯。飲啤酒啊，因為啤酒入邊個懷花，你係令到你會暈。你係話，即係你有啲涼茶你唔啱，有啲睇佢就唔啱飲。有啲熱氣咪啱。即係你要睇，即係睇自己嘅體質。咁但係如果你去每一日咁樣係咁樣慢慢作四個字半個鐘頭，出身汗咁喎。陣間請你個心即係泵快少少。陣間請教發哥，咁你個心得，你個原則咧，對於如果有啲人身體出咗問題，呢個養生嘅治療咧，會有幾多成可以挽救到啊？其實嗰個問題唔係咁太嚴重嘅話，應該如果你 keep 住咁樣，你
有半年時間已經係有好大嘅改善，有大即係由根本去改變。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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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唔關中西藥事。唔關事唔關事。你可以喺度跑住運動，你去睇西醫，你喺度跑做可以睇中醫㗎，一樣啫嘛。你話，但係個體質上你自己本身你啲修復咗佢先，咁你人哋嗰啲藥到咪病除咯，係嘛？你因為人哋入咗啲藥俾你，你唔吸收冇用㗎喎，係嘛？even 係西藥或者中藥，你都要你真係個身體好先吸收到㗎喎。根本有啲人腸胃唔好，你話即係最根本就係腸胃。係啊，唔吸收咁冇辦法㗎，冇辦法。你一定要即係你個身體練到，因為我哋到咁上下，我哋肌肉流失都好緊要，係嘛？如果你冇肌肉嘅話咧，你好人咧需要隻腳先啊嘛。隻腳一衰咗嘅時候，你冇力咧就一坐輪椅你就彎咗㗎咯喎。係啊，好大鑊㗎喎，係嘛？你一下呢個人照顧到冇？咁所以我成日都勸啲上一年紀嘅人，你多啲輕輕跑啊。如果唔得嘅，你都行。你聽過啦，每日1萬步啊嘛，係嘛？你中意行山，但係如果遇到天氣差或者冇得行嘅時候，有冇影響你心情？都唔會嘅。我好得意嘅，即係我睇天氣，如果朝頭早係即係大雨咁，我就等佢停咗雨我先出去咯。如果跑一下嗰陣時落大雨，咪由佢，係嘛？咁我哋反正呢個都係一個大自然嘅景象，我哋人天地人合一啊嘛。你話落雨咪由佢淋，好開心嘅。如果你熱天你跑熱咗咧，又淋咗之後咧，你個體溫降咗，你仲跑得開心，好開心。你成日行山或者行街咧，都俾好多市民野生捕獲。其實我哋訪問過劉德華，佢都好多年唔可以行到街。其實你點可以做到嘅？你係咪自己都好刻意去保存翻自己嗰個自由？某個程度上，即係你如果我喺美國嗰陣時，我見到好多我自己兒時嘅偶像咯，係嘛？好多大明星。咁我通常即係都係遠望啦，見到佢即係見到佢已經好開心噶啦。佢哋比較即係尊重人哋嘅私隱嘅。但係香港人咧，因為你覺得周潤發即係成日中意 selfie 啊嘛，佢好似如果你唔同佢 selfie，好似冇乜面喎。咁啊慣咗見到發哥一條 selfie，咁啊變咗好似我有一個社會責任，一出落去就要同佢影翻張 selfie。不過跑緊步嗰陣時好明白嘅，我話俾我計嗰陣時，咁佢哋話下次先啦咁。早10年前未興嗰陣，見到你驚㗎，唔敢見到你又神高神大。都唔會嘅，都唔會嘅，因為有一樣嘢好處就係因為啲人睇我大咧，喺電視台係由70年代睇電視劇一路大到我走去拍電影到而家，佢唔覺得周潤發係一個演員或者明星，佢講到好似屋企人。係巨星，不過好矛盾咯。你又即係從佢個距離又可以拉到咁親，咁咪好咯，咁咪好咯。呢個矛盾好得意，而家好咯，即係你衝破咗個障礙啊嘛。其實一個演員都係人嚟噶嘛。其實好多時我哋嘅我哋演戲都係要喺佢哋嘅身上咧吸收佢哋嗰啲咁嘅人氣嘅。因為我哋會睇好多呢啲咁嘅人，我有機會演到一啲人係佢哋喺街度成日見到嘅人。有咗呢啲咁樣嘅自然嘅力量，其實我吸咗佢個毛，我就係有機會我演出嚟。即係好多時都係我要去 copy 佢哋，偷佢哋啲嘢。你都講過演技，即係嚟自生活啦，即係。但係你其實18歲入咗行，其實你已經明星嚟嘅。你始終過緊嘅點都係一個明星嘅生活。即係對於佢吸收佢哋有冇個障礙或者冇㗎喎？即係我行入去九龍城。即係買嘢啊，搭對拖鞋啊，即係好似個街坊咁樣，啲冇嘢嗰日，我有時仲衰，等佢哋5點零開飯嗰陣時候，我知道佢哋咧用啲最好嘅嘢煮嚟食，我就坐埋喺度同佢一齊食飯，冇所謂啫，係嘛？因為街市最新鮮嘅嘢，佢哋第一時間買咗去煮啊嘛，咁我係翻屋企都唔使食飯。你拍好多戲，好多經典電影啦，《英雄本色》。秋天的童話嗰啲，好多人都仲好記得。你覺得經典電影咧係用命運去遇上，定係某程度可以創造出嚟嘅咧？我諗係因為嗰個命運嘅安排啦，即係好多時你係喺電視台有咗一個咁嘅基礎啦，即係由狂潮啊、親情啊、網中人啊、上海灘啊呢啲咁樣嘅
溝集人哋對周潤發個形象咧，唔多唔少都有啲喺度。咁佢到佢去即係喺電影方面咧，我70年代已經開始拍啲電影，就係好似蘇小貴山南新郎啊，有啲池女啊，有啲咁樣嘅戲啦，楊權先生嗰啲導演嗰啲戲。咁喺電影方面咧，即係嗰陣時因為兼顧電視比較多啦，電影比較少啦，唔多唔少佢哋係命運安排咗我去接受呢啲角色。好多時你聽翻啲人後邊講咧，佢第一選擇唔係周潤發嘅。係即係其實某樣我係好好運，係可以喺個行幾廿年之後，好多時係執二攤係執咗嚿金。因為有好多時唔係我哋去特登話寫個劇本俾周潤發去做，係有時唔覺意搵唔到人就搵佢。即係 even 英雄本色入邊嗰個鄭浩南阿 Mark 嚟，咁唔係我嚟噶嘛，係嘛？即係咁樣咯，係咪先？佢第一寫一個劇本唔係俾佢，唔係俾我咁啊，俾佢。以前由電視去到電影，你都唔係話即刻話好賣到錢嘅。係英雄本色，你而家即係咁多年諗翻起咧，究竟有咩突然間多咗，或者你加咗啲咩落去，令到嗰件事改變晒成個景象？當然係入邊有啲場口咧係有自己演員自己嘅 input 嘅。我有自己嘅原則，我就唔想成世俾人撳住嚟打。你好中意同人恨啊！我衰咗3年，我等一個機會，爭翻口氣，唔係要證明話俾人聽我威，只係想話俾人聽我唔見咗嘅嘢，我想自己攞翻。嗰啲嘢唔係三言兩語可以講得晒，有啲嘢係自己好個人嘅嘢，因為你經歷過嘛。咁你同個導演講咗後，佢就接受。咁你演出嚟嘅時候，你係有一層嘢喺度。我所以話，即係同啲新嘅演員成日講叫佢哋多啲走去出去蒲下，見多啲人啊，唔好成日匿埋自己啊，變咗即係你關注自己，你睇唔到出邊嘅社會，你冇人氣嘅，你冇地氣接唔到，你一舉手一投足都做唔到乜嘢。你因為你淨係識一樣嘢，就係打機，不停地打機，係嘛？咁你出邊嘅世界點你哋唔知？因為我歷練多係咩咧？我由農村出嚟香港啦，我又做好多工廠啊，我係即係我接觸嘅層面太多，同埋個歷練多。你攞個行李啊，你嘅記錄係14箱啊嘛。係啊，咁我有呢啲咁樣嘅嘢，呢其實基本上即係呢啲係生活嘅小節，係賦予咗我，係令到個角色係豐富咗。因為咧，就算一舉手一投足，因為我做過。又話我唔係即係做出嚟，我其實係做過，我有呢個經驗，所以咪即係有嘢覺得係神似啲咯，係因為着數咗，因為我多咗歷練。但係拍呢啲經典戲嘅時候個過程，其實有冇少少感覺到呢部係同其他啲唔同？我話俾你聽，吃好的，到了有個時候的時候，要上後邊有一棟死。停下來，不要衝得那麼厲害了，再過一點點，在頭一橫正，你就停下來了，上指正，對，但那你還得經過上的那個階段，對，然後才能指，對，然後才能夠正。那您是到哪個階段？現在？我現在已經正了，我還在上，還在上。如果您都還在上的話，那我且得上呢。我喺前面白車又停咗。我問到了，這個可能跟你回到那個上海有點像。對，我們小時候也有這樣的，對，上海的菜市場也有這樣的。妹妹 ，Hello 魚，這個一般買的魚，我們那個時候在這裡買。他爸爸媽媽就交給他的女兒，這是我買的，他有好的魚就給我。哦，那這個魚您回去是您自己做還是阿姨？您做啊？是怎麼做？清蒸還是？清蒸，或衢州的做法。真的凍魚。有幾耐啊？喂，你好，數。你影咗要俾錢㗎喎。喂，對。行街啊。行街。
啊，人都喂，哎嫂，你有魚就好耐唔見你嘅，總之要換色番茄啊，冇事冇事的，多謝快走，有心啊。这个是坐在他一个买菜的地方，这个老板有幾耐啊？嗨，你話啦。这是你们老买菜的地方，是他每次送菜给我吃，不收钱。这个是大老板，哇，大老板，看你看很多演員在這裡，他哋每天都在那個市場裏頭偷偷騙騙的。係講你成日呃騙騙我。你啊，我啊，哎呀，香哥你唔收錢唔關我事係嘛？唔敢講，我沒熟了以後都不收錢了哈。他們必須我的，多謝香哥，真好。陳老闆，呢個名主持啊，老余。你好，你好，你好。呢個細個，哦，佢最中意食菜。老鼠大個啊。哦，好的榴蓮不是很大哈，我以為要很大很大。不感謝，來試試看，來誰還吃？邊個食榴蓮啊？這個，誰吃榴蓮過來？過來。哦。開多嗰隻啦。才子，好好吃。來啊，你來試試看啊，辛苦你了。好好吃，辛苦你。先吃吧。我不吃的，你不吃啊？怕肥啊。今年不吃。來，好好吃。係，買來一個。這是拿您的手。來，真的好吃。這個一半。一個。啊，謝謝。來，來吃。再來，來。我很喜歡吃這個，喜歡吃，真的好吃。您吃一個，好好吃。我以前吃了1個月，每天吃20磅，真的，真的。偶爾吃一次，但是對胃很好。很香哦，真的好吃。嘗一個。這個地方好嗎？你幾乎在香港哪裡有個地方有你的廚房，有你的水果店啊，什麼都有。你這轉一個圈，你幾乎不用回家煮飯啊。哪裡都很方便了。別的地方也有，但沒有這麼好的水果，沒有這麼好的廚房。對，還有我不吃很貴的東西呢。太好吃了。好，走啊！謝謝老闆，吃的好滿足，好撐。啊。藍藍的天上白雲飄啊，晃哧晃哧就是好，好飄一飄一耶耶耶，好飄一飄一飄一耶，我飄一飄一耶，好飄一飄。啊，就這家。往那邊看，再回來我都，哇，不得了，酷了。我媽媽做得好，我能吃，我孩子活着就開心了。明帝那樣嘢我管不了了，我真的管不了，到今天我還是管不了。他以為我有病，在家裡待着，你為什麼不出去？我不想，反正那個錢對我來講也不是我們。魯豫有約周潤發，精彩稍後繼續。啊，就這家。Hello，阿周太，阿魯小姐。嗨，你好。我哋。啊，謝謝您。唔使噶啦，你俾我得噶，這個是最舊的一種，很有香港味道的核桃蛋糕。嘗一口嗎？核桃糕。周太，呢個有冇做咗40年44年咯。哇，7幾年。我的媽呀！您做了44年，這個店多少年啊？不是啊，不止。雞麵包。咦，阿媽走係啊，邊度啊？啊，我又見到你啊，整訂幾靚啊，原來。我幫你俾錢啊。好。喂，發哥，太霸氣了，霸氣吧？幾乎今天我們不是做訪問，今天都是逛街吃東西，你看開心的不得了。哎。
多了一声。轻轻松松的过了一天啊。我们管叫很接地气的生活就很好。哎，对对。北京话叫接地气，就是很普通的这种生活，是真正的生活，对，很好。对。虽已出道40多年，生活中也早已归于平淡，然而周润发仍未停止在演艺道路上继续漫步。今年9月30日，由周润发和郭富城主演、庄文强执导的影片《无双》也即将上映。干这一行，守恒规也不一定有保证。你也是做假话的，是象征化。这个世界上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等你当了主角的，想怎么样都行。这个头发你要留到什么时候？电影上映以后可以剪掉。那个应该是下一部戏的。下一部戏就要开始拍了，什么时候？年底吧。哎呦，那你这次的工作节奏比前2-3年就要慢很多。不是，我感觉是要快很多了，因为上一部戏我看到我们是16年嘛，等于这部戏上18年，感觉是2年。但你紧接着又一部戏开拍，感觉节奏就紧了很多。也不会，因为写了很久，写了1年多，现在你要快也不行，感觉像要挑一些自己喜欢的戏。以前接了很多戏都是你说喜欢也是喜欢，不过有些是感情的关系跟你的责任的关系。那在你过去拍摄这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当中，有多少是因为情感的原因不得不拍的那个原因？大概是90%以上，是你签了电视台，你不能不拍啊；买了房子，你有供啊，你不能不拍啊，你有贷款嘛，对吧？我现在就是周太太要买服装啊，要化妆品啊，要买珠宝啊，你又要拍啊。我觉得可能90年代以前，还更多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要拍，但现在可能就完全是为了我自己这个电影我相信我喜欢比较单纯的原因了。也可以这样说，不过如果说你是那个行头里头一份子啊，你一个人的戏带动整个行业责任的问题，就是你得需要每1年都要拍1部2部，起码，除非你真是感觉对那个行业完全没有希望了，你没有兴趣了，你就休息，你就退休吧。所以你的时间现在可以自己控制，我碰到我喜欢的戏我就拍一下，比如无双，你觉得剧本不错，比如这个戏你看到剧本的什么地方你就觉得这 OK， 这我接了。那个戏是说我是郭富城的老板了，带他进那个行业嘛。最结尾的时候是我从你加拿大的唐人街哪里出来，带你走了很多地方，每一次我鼓励你做什么事情，你到头你就是放弃，就是鼓励他了，反正结果他杀了以后我说现在我给你最后的机会，你要证明给我看你是行的，就是把他拉过去，用他手